作家魯迅的小說《工人日誌》內底是寫着人食人佮互相猜忌的世界，互人看作正常態。但都是想要反抗的人是互當作笑的。即馬就有大結局的表演是用這個小說來發想，結合戲劇、影像等等，希望會當互觀眾來思考人生，嘛會當看到大結局表演的多元性。甲麻雀兒啊當作是樂器咧演奏，這是房間內底的大樹，這出大結局其中的一段。創作者用作家魯迅的小說《工人日誌》去發想，小說呈現甲人食人，佮互相猜疑，看作是正常態。想要反抗的人，煞互人看作是笑的。透過演出的改編，希望叫觀眾做伙來思考人生。只要能發出聲音的，都是打擊樂，包括我們的身體。包括椅子、包括桌子等等的，就是用這些瑣碎的東西來投射到《狂人日記》所謂的平常所見的人事物等等的，來帶入這場演出。創作者除了使用傳統的樂器，也甲拍麻雀、播物件、接吻的嗶嗶聲，咱日常常聽到的聲音，攏放入去作品，來探討到底什麼才是正常。七月真也表示，打擊樂毋那是一種好聽好看音樂的形式，也是思想的燒擊。希望這屆結合戲劇、影像等等的演出，會當讓觀眾看到咱台灣打擊樂豐富的多元性。這屆做的是用一個故事，用打擊樂、加劇情、加肢體，所以這個演出呢，讓大家看到打擊樂的多元性。伊的可能性足大。這個打擊樂的表演，打算在拜六禮拜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演出。創作者表示，告示觀眾也會加做演出的一部分，希望觀眾會當透過耳仔甲目睭，感受主角對順從體制到澎湃的滾架。記者季玉記者桂林台北報道。